大家好，我是 Lisa。我今天要来聊一个对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持有者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话题，这也是我最近还蛮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州内居民学费的问题。那不同的州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规定。那我因为住在加州，所以我今天就都用加州来举例子。娃娃 TV。那在加州的公立大学呢，基本上分为两种学费。一种呢是加州居民学费，另外一种是非居民学费。而居民学费呢，会比非居民学费来的便宜很多。像我曾经读过的 Free Hill College 呢，它一个学期的居民学费呢，大概是600块美金左右，而非居民学费呢，则是落在大概3000块美金左右。我说的只是学杂费哦，这不包括书本费、交通费、生活费、伙食费跟租房等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啦，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算在里面了。好，那要怎么样才能获得缴居民学费的资格呢？首先，你必须要是美国公民，或者是你有美国绿卡。再来呢，你必须要在新的学期开学之前呢，在那个州住满1年，你才可以获得缴居民学费的资格。也就是说，假如你要读的学校呢在加州，那以前不管你是住在国外还是美国其他的州，那都算是外州学生，学费呢自然就比加州本州学生的学费要贵。那我以上说的这些资讯呢，应该是很多美国公民啊，或者是绿卡持有人士所知道的资讯，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的身份在过了1年之后呢，并不会自动转成州内居民，你必须要自己去跟学校申请变成州内居民，并且提供你已经在州内住满1年的证据哦。大家听好了，因为很重要，所以我再说一次，你要自己去申请，并且提供证据。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啦，护照的入境日期不就是最好的证据了吗？很抱歉，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我申请的时候呢，我就拿我的护照的入境日期去给学校看，学校就说呢，这并不能证明你在加州住了1年，这只能证明呢你当初是从加州入境的。其实后来想一想，他说的也对啊，这就像是我拿我的护照从台北入境，但我实际上却住在高雄一样啊。护照并不会显示我住在哪里，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当作证明的证据。那要什么样的证据才可以证明呢？ Well， 最好的证据呢，就是你的租房合约啦。你签约的时候呢，不是都会有日期吗？一般人应该是不会在一个州租房子，然后自己跑到另外一个州去住吧？如果你有钱到要这么做的话，我是不反对啦。但既然你都这么有钱了，你何必去计较州内州外的学费呢？所以说，合约是一个很好可以证明的证据。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啦，我住在家人、亲戚、朋友家，没有合约怎么办？那你可以去考一个那个州的驾照，或者是去办一个那个州的身份证啊。我一开始就是先去办一个身份证的。那我再提供一个可以证明的方法，那就是提供你的银行资金流动证明。毕竟如果你真的有在当地生活的话，从银行的明细是可以看出来的。好，那其他还有蛮多方法的啦，像是公民啊，就可以去登记投票啊，或者是你在州内有什么专业执照证明啊，或者是汽车保险等等之类的，也都是可以的哦。你可以上你学校的网站上查，他们都有列举的。关键字就打学校的名字加 residency requirements， 应该就找得到了。好，那我以下要说的呢，可能会用到很多加州。那如果你的学校呢不是在加州的话呢，你可以自行把加州2个字呢替换成别的州的名字。好，那在加州符合加州州内学费资格，除了1你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有美国绿卡，2要在开学之前呢在加州内呢住满1年，并且向学校提出申请，然后提供了你在加州内住满1年的证明之外，第3呢就是要提供你在加州的财务证明。如果你是财务独立自己报税的话，你就必须要提供加州的报税资料、加州的保险资料，或者是加州的银行账户资料给学校，反正就是能显示你的财务状况的资料啦。如果你是低收入户的话，那你就提供你是低收入户的证明啦。那如果你没有独立，就是靠父母养啦，那你就必须要提供你的父母，或者是你在加州的合法监护人的一些加州报税等等的资料。然后你还要证明你没有独立，你是记在他们名下的。这个我记得好像是税单上面会有写吧。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刚一直强调加州2个字？没错，就是你或者是你的监护人必须要在加州有报税，或者是有银行账户等等之类的才可以哦。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不管你是绿卡还是公民，
假如你或是你的监护人的报税资料跟一些银行开户资料全部都是在纽约州好了，那你可能就没办法申请加州居民学费哦。因为如果你有在美国缴过税的话，那你应该会知道我们每年都要缴2份税。一份呢是交给联邦政府的，另一份呢是交给州政府的。而加州居民学费呢，算是给加州居民的一种福利吧。所以如果你没有在加州报税的话，那你自然就不是加州人啦。这就是为什么学校要你提供加州财务证明的原因啦。好，那以上这些资讯呢，我有特别发了一个 email 去问学校管这个的行政人员，所以资讯一定是正确的。但我不能保证所有学校或者是美国所有的州都一定是这样子的哦。毕竟我只住过加州，而且我只问了一间学校而已。不过加州大部分的学校应该都是我上面说的这样子的啦。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呢，对那些之前住在国外啊，或者是别的州的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人还蛮重要的。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只要来这边住上1年呢，自然就可以变成居民学费了。殊不知，除了你需要自己去申请之外呢，还需要提出证明。所以如果你静悄悄的在这边度过1年，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在这里生活过1年的痕迹的话，那你这1年等于白来了，他们还是会让你缴非居民学费的。好，那我最后再来说一下，以上内容呢，完全不关国际学生、读私立学校的学生跟本来就住在本州的学生人的事。因为国际学生我就不说了啦。那读私立学校的话呢，不管你是什么人，学费全部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本来就已经是州内学生的话，你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会让你填写上述资料了，所以不用再自己特别跑去申请了。好，那这样大家都明白了吗？其实我今天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呢，除了真的很多人问之外啦，我有发现好像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提出证明，要提出什么证明，所以我赶快拍了这个影片来告诉大家这些资讯。还没有生活足迹的朋友们，赶快去制造一些吧，不要安安静静的过了1年后去申请，反而造成被拒绝的悲剧。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按订阅、开铃铛、加分享。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